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御龍居三座一個單位，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賀龍居三座嘅單位。呢一個單位實用面積677尺，一入門口咧已經係見到單位飯客廳，經過業主精心嘅設計，做咗好多嘅儲物櫃。單位咧係採用落地玻璃窗嘅設計，而方向呢就係向東，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就係望返何文田一帶嘅遠流景。原裝價格3房一套呢，經過業主精心設計，就變成為呢一個主人房加子母房。原本主人房入口呢，而家業主就係改裝成為一個書台。主人房面積呢就相當實用，除咗做咗張雙人床之外呢，兩邊做晒入牆衣櫃。主人房浴室整齊企理，沖涼嘅位置係用企缸。子母房嘅細房呢，同樣係有張單人床同書台，門後仲有個衣櫃。隔籬嘅客房同樣訂做咗個單人床，衣櫃呢都係唔少得嘅。客廁儲物空間相當充足，兩個洗手間都係有窗。廚房已經係配備咗基本嘅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，而業主呢更加係將廚房部分嘅位置就係做咗呢一個工人房。今日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